我们就希望把这光盘给大家发发。你忘了你怎么杀人的了？啊，杀这些，那就跟杀人一样啊，杀这些动物一样啊。你看现在11黄金周到了，大家人山人海，全部出去了。平时赚钱干什么呀？哎，赚钱吃喝玩乐。要我说，不是吃喝玩乐，给自己呀攒罪呢，啊，积攒罪业呢。你看他们都吃什么啊？炸蜈蚣啊，你看看啊，炸蜘蛛，80块钱一只啊，炸蝎子，哎，蛇、蜥蜴拿炭烤。蜂蛹、蚂蚱、蚕蛹、竹节虫，哎，知了，就那树上知了就叫那知了啊，全是活的。金边龙虱，你看这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啊，油炸鹌鹑、海星、海胆、海马。大家看，这是活的小老鼠啊。卖的人他骗人，啊，说这个大补你快吃吧，卖的还很贵，都是活的那个还没长毛的小老鼠，一只一只放盘子里，放上酱油醋就让人活着吃，说这大补，其实骗人。这人呢现在也都疯了，拿起来就往嘴里放，活吃老鼠。大家看这叫过节吗？啊，真是在给自己攒罪业呀。你们就吃吧，就卖吧，就炸吧，啊，煮吧，行，煎炒烹炸。将来这节目啊，看完之后留点印象，啊，大家就知道，你造这些业，啊，造这些罪，不是说吃完就拉倒了，杀完就拉倒了，将来都有恶报啊，啊，因果定律。千年万世不会改变，这是佛经里说的。人为什么要，拿这个来开心取乐，觉得这是啊幸福生活？这不幸福啊！将来你就知道了。现在你感觉幸福，那是误会。你看到我的堂哥，你就知道了，一点不幸福。从13岁得病，16岁住院，55岁了，今年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牙为什么都没了？肾坏了啊，总吃那些西药把肾坏掉了，毁掉了，所以牙全掉了。你看着不害怕吗？将来死堕恶道，活的时候没福报，死了更甭说了，多可怜。所以大家会过节，会活着，过年过节不要再造这些业了啊，不要再造这些罪了。我们要觉悟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不是信则有啊，不信则无，那倒省事儿了啊，不信则无那就省事儿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你信不信它都存在，千年万世没有改变过。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，不能再造这个杀业去赚钱了，那都是凶财，会给你带来无量无边的凶灾，没这个必要。去年我们做过一个采访，潮州谢总，他那个地方有个人卖牛，屠户，杀了没2年，坐轮椅了，为什么？脑出血。为什么脑出血？说摔了一下。你摔一下为什么没这事？为什么他这样呢？因为你不是张屠户，你不是造杀业的。现在人都说这偶然，谁杀谁偶然，那就是必然。佛经摆在这里，传了3000多年，